啊，做你会当用伊学习吼，那就好了教大家做一个吼，看着即面镜，即面镜敢有长？哦。敢有长？有无？吼，咱一个微笑啊吼，啊，家己小度的啦吼，按小度的，家去买一面镜，按小度的讲，啊，这镜够俗的，一面较几箍啊？这10箍敢会用？吼，共10箍买一面镜。你讲你毋通小看迄面镜哦，即面镜会当做咱的老师哦。啊，师傅就讲吼，你若看这镜，毋管啥物物件哦，放伫迄镜头前，伊拢有法度照得出来。啊，物件若闪开了后，即镜敢佫会照着物件。当然讲袂啊，啊，师傅来讲，这叫做本来即点，气即不留啊。咱人敢有法度做安尼啊？讲你敢有法度办到安尼？物件来，你会当甲反映出来，毋过伊若走去，你就无去啊。咱敢有法度？一般人较无啊，过去有啥物人骂我一句，啊，我受着伤害，当下足疼。迄人走去，你敢佫会听？嘛是佫真疼，因为人无去啊，毋过我心内伤害佫重啊，伊来讲这爱学像安尼啦不去，迄个人无去，咱就话无去啊，这阿哥师傅讲，这件是咱教咱安尼尔，伊讲比如孔明贤书，也是帝王将相来照镜，惊甲会因为安尼从足欢喜足欢喜，敢会？还是讲去正高字来照镜，镜讲会甲讨伊啊，凊彩互照照，敢会？袂啦伊甲咱讲这在行不精，在学不减。讲咱的人民的本性就爱想安尼袂因为我今仔日总统来，我特别欢喜啊，今仔日来一个我穿差较歹啊，伊就对伊较凊彩，袂啦咱用这叫做以性人机而不喜，以观人机而不忧啊这甲咱讲第二个即个道理啊行过会感觉第三个道理这第三个道理就讲，这镜你若咧照加即个物件，如果照有影的时阵，照了镜，敢会搁一面，即个照即个。